这个中秋连假的最后一天，蔡总统是到高雄拜庙，因为韩国瑜捌讲，当选以后会常常伫高雄来办公。蔡总统是暗仔甲经体，讲伊的总统府的秘书长是陈菊，行政院副院长是陈其迈，拢是来自高雄，所以伊真早就逐工拢甲高雄做伙咯。韩市长早起参加颁奖典礼，无回应这个话题。另外，针对副手朱立伦的韩资配是毋是有进度，嘛无加讲。总统蔡英文礼拜到高雄拜庙，引起真旺有真侪支持者伫欢迎。伊带总统府秘书长陈菊、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做伙，致辞时强调讲，伊本身逐工拢甲高雄做伙。局姐啊，即马咧总统府办公室咧我隔壁，虽然讲我即马咧高雄无办公室，但是我每天也跟高雄在一起啊，来讲是毋是？ 伊咧经替高雄市长韩国瑜进前讲的讲，若选调要将总统府搬到高雄。主任团结大会。早起出席颁奖典礼，韩国瑜无安排联访媒体，真关心讲韩资配敢有破啊？昨天跟那个朱立伦会面，有谈到是否问题？可能是烦恼透过媒体伫讲话，会影响沟通的进度，回应敏感话题时拢真细致。